你有冇發現一個好恐怖嘅一個規律？當你換咗一間新公司，結果老細仲係同上一間一模一樣咁樣壓榨你。你換咗一個新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結果都係一樣遇上渣男或者渣女。唔好懷疑，呢件事絕對唔係巧合，係你哋之間有未去拆解到嘅業力關係。只要話你唔去學識呢一個課題，宇宙就會換一張面孔，將同一種人再次咁樣去送過嚟你嘅身邊。今日我會教曉你點樣去分辨呢啲會消耗你嘅業力伴侶或者同事。喺影片嘅最後啦，我會提供俾你3個實用嘅一啲方法，教你去點樣咧喺唔撕破臉嘅情況底下，能夠徹底地斬斷呢一啲業緣。所以你要記得睇到最後啦。大家好，我係阿碧，我係一個嚟自於澳門嘅塔羅牌身心靈嘅一個工作者。我喺呢個行業已經做咗19年啦。咁喺進入我哋呢一個業力關係嘅影片之前啦，我哋先要花上一少少嘅時間去明白到其實乜嘢係業力。有好多人以為啦，業力咪就係上一輩子欠下落嚟嘅債咯，今世要還嘅。其實啦，最白話嘅方式嚟講啦，業力 karma 就真係行動同埋結果嘅累積啊。喺人際關係入邊啊，你每一次嘅一個退讓啦，每一次嘅一個委曲求全，每一次你嘅情緒失控，其實佢都係一個行動嚟噶。佢咧都會喺你嘅能量場啦種下一啲嘅種子噶噃。如果你習慣性咁樣去討好人哋，你所散發出嚟嘅頻率咧，就會精準地吸引到嗰啲咧中意控制人哋嘅人啦。呢一啲咧就係物理學上邊嚟講嘅共振啦。所以啦，業力唔係你老天爺喺度懲罰緊你啊，而係啦你過去無意識嘅行為模式，為你自己量身打造嘅，佢就係一份咧所謂嘅靈魂契約啦。你哋互相嘅折磨，其實啦都係俾彼此咧能夠學習到某啲課題。呢啲關係咧嘅特徵最明顯嘅就係你哋之間一開始咧就會產生咗一個咧極度強力嘅吸引力啊，覺得哇天啊，佢真係好明我啊。咁伴隨而嚟啦，就係極度嘅消耗感，仲有無限嘅惡性循環啦。咁而家啦，就等我啦，同你去分享下我一個學員嘅一個故事啊。佢生得非常之靚嘅，做嘢又叻啫，但係啦，佢嘅一個感情道路上咧，就好似中咗邪一樣。喺3年之前佢遇上一位對象啦，一開始咧對佢非常之體貼啊，但係拍拖啦，拍咗半年之後咧，男仔咧就開始出現咗一個強烈嘅一個控制欲啦，睇佢手機啦，限制佢交友啦，只要我位學員一 say no 一反抗啫，男仔就開始情勒啦，即係同你講，我咁樣做我都係因為太愛你啊，你點解成日都唔識諗啫？我位學員為咗要 hold 住呢個感情啦，一退再退，最後仲要抑鬱埋添，好難啊，先可以扒到一層皮，分到手啊。咁結果咧，喺舊年佢咧就換咗一個新環境，遇上咗一個啦，又好似望落去斯斯文文，都算幾得睇，完全唔同類型嘅一個男生。咁樣我呢位學員就覺得真愛正緣嚟啦。點知拍拖唔夠1年，歷史重演咗。呢個男仔啦，佢唔單止 check 住，一鬧交就冷暴力，甚至乎要挾佢分手，搞到我位學員下下都跪地道歉求和。咁最後佢嚟揾我嗰陣時，崩潰咗咁問：點解全天下之間嘅渣男佢都遇到，係咪佢命格嘅事？其實你唔係命唔好，而係你嘅業力課題根本冇解決過。宇宙啦，睇上你上一題會答錯，你因為唔識得點樣學愛自己，又唔識得點樣去 build up 自己條底線咯。咁佢咪換個人俾你，同一份考卷重考。學員入邊最大嘅一個業力嘅盲點，就係佢內心深處永遠都覺得自己唔值得無條件咁俾人愛啊，所以佢經常性都會利用過度嘅付出、無限嘅退讓去換愛。
只要佢呢一個內在嘅信念其實一日都唔去改變嘅話咧，佢所吸引到嗰啲要揸乾佢嘅業力伴侶會一直咁樣嚟。後嚟啦，佢開始學習啦，將專注力放返喺自己身上，學識狠心咁設立界線。佢終於唔再驚失去，唔再委曲求全嘅時候，嗰個冷暴力嘅男友就已經覺得控制唔到佢啦，竟然主動分咗手。依家呢一位學員單身咧，就過得咧比以前咁耐識佢啊，都更加閃閃發光。好，所以啦，如果你咧而家身邊咧就有一啲不停咁消耗你嘅一啲人，請你立即去做以下落嚟嘅3件事，去斬斷呢一個業力循環。記得紙筆準備好，同我記低佢啦。能量邊界，第一，需要建立起能量邊界。業力關係通常都係伴隨住情緒勒索。由今天開始，我哋要練習 say no，每日喺一啲小事上邊拒絕人哋一次。例如拒絕一啲不合理嘅一啲加班，或者拒絕你身邊嘅對象無理嘅要求，拎翻你嘅主權出嚟，同宇宙講，我唔要接受呢一種嘅對待。內在寬恕，咩為之內在寬恕法呢？你要知道，業力係靠怨恨嚟維持嘅，你越憎佢啦，你嘅能量就會綁得越緊。喺今日瞓覺之前，喺個腦入邊對住你好憎、好唔中意嗰個人，同佢講：我原諒你，我都原諒我自己啦。我哋嘅課題 endgame 就咁樣到呢度為止啦。記住呢一樣嘢唔係為咗佢，其實係為咗放過你自己，斬斷你哋之間嘅一個能量之間嘅牽扯。第三啦，能量收回嘅一個練習，你要將專注力啦，從佢點解咁樣對我啊，要轉移到我可以為我自己做啲咩啦。去報名一個新嘅課程啦，培養一個新嘅愛好。當你將能量投射翻去到自己身上嘅時候，你嘅頻率自然而然就會提升㗎啦。嗰啲低頻嘅業力嘅關係，自然就好似一個唔合適嘅孩子一樣，會自動甩咗落嚟。所以你而家身邊有冇呢一種令到你心力交瘁嘅一啲業力關係呢？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故事啊，甚至乎你可以打一啲愛心喺度，話俾宇宙聽，我由呢一刻開始，我願意愛我自己啦。我係一個致力伴隨大家走上更美好生活嘅阿碧，我哋約定好下條影片見，拜拜。